囡仔愈生愈少，也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台湾人讲愈来愈无爱看册啊。是安怎讲？因为文化部统计，2015年平均每一个人每一档看8本半的册，淹过到2018年，台湾人平均一档敢若看4本册。出版业者就分析讲啊，对咧讲电子产品的流行，主要嘛是因为少子化，消费力较强的少年人人数是愈来愈少，读册风气嘛愈来愈淡，愈来愈低。所以讲，不管是出版社还是册店呢，拢强要做袂落去啊。想要改变出版业者的困境，恐惊都要靠政府。 譬如像变形金刚啦、漫威的啦。介绍出版过每一本册，出版社社长李旭愈讲愈欢喜。就算每一本册对伊来讲拢真珍贵，现实的出版环境却是真残酷。财政部统计，台湾纸本册销售额，2010年要有367亿，才过6年就差一半。虽然2017年有小可提升，2018年嘛袂歹，也毋过看尽出版业兴衰李社长，却无认为讲这代表册市场真正回春啊。买书的主力人口，事实上是在20岁到40岁之间，这些人减少了，书当然就不好卖啦。 数字嘛发现讲，台湾的民众愈来愈无爱看册。2015年平均每一个人一年看8本半，到2018年平均一年敢若看4本。就算开钱买册，平均每一个人开较无700块，而且拢是看一寡佚佗册。销售情形无法度甲20年前比拼。过去我们可以印到2500到3000，甚至再多一点。但是这1-2年呢，变成怎么样呢？只能发到800-900，甚至还再少一点。那出版社哪敢印个3000本呢？你卖不掉怎么办？真侪册店挡袂牢，纷纷关门。像本来叫做册店街，台北中庆南路，即卖已经拢是餐厅甲商务旅馆。2018年，高雄嘛收掉3间精品册店。过去10年，台湾的册店消失400间，这拢是无法度忽视的警讯。 国外书店来台湾开大概也是因为台湾基本上也算是蛮国际化的。那我想这个量是不是很大啦？虽然陆续有日本册店看好台湾夏日族较济进军台湾，不过毕竟店数较少，尤其是小众的市场，嘛是无法度带动台湾整体的出版业。出版业者希望政府要有长远的产业发展策略，鼓励内容生产、外销版权，台湾的出版业才有可能起死回生。